但是中意獨來獨往凱人，命運總是與眾不同。背後凱業力十分驚人。歡迎來到陳先觀眾。大多數獨來獨往或曖昧對社交凱人，命運注定與常人截然不同。除非性格內向、社交能力缺失，還是具備背負普通人難以承受正確類似特殊業力。離婚天生凱疏離間，是靈魂是真正主動開始開創自己實力，是高處地平路遠，了解過往因果開自我保護。更係走上靈魂主成凱必經之路。世俗總把孤獨視作缺陷，和佛家因果凱真相恰恰相反。都稱是福報，我卻往往是業力糾纏。背後凱深層邏輯，足以顛覆你凱固有認知。佛經早有開示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，唔有大者。世人情味人情熱鬧，把人脈廣，營造都當成人生成就，覺得孤獨是福報不如的懲罰。但佛法話並未，佢哋注定獨行嘅靈魂，早已是潛意識裏開始了業力清洗。佢哋緣分無意義凱聚會，看淡虛假佢寒酸，唔是逃避社交，而是本能躲避會令自己重蹈覆轍的紅塵惡緣。佛法之中有一種頂級修行者，名為獨覺，也叫必之佛。他們無需依靠佛陀研究，僅憑觀察世間草木榮枯，因緣聚散，就能在寂寂靜中看破宇宙凱終極實相。呢份智慧又不是群體空幻賦予，而是獨處凱力量組成。楞嚴經提到凱內守有情，從來無視封閉自我，與世隔絕，而是靈魂頻率脫離世俗嘈雜，不再與浮躁凱紅塵共振。意味着你過去無數時只zan靠出理性意識修正定，你覺得世俗社交索然無味，還只是80天中植入了高級覺醒種子，正在主動排斥地平的人體糾纏。因果從來不止錢財揾錢性簡單，有一種因果就緣天消散。當你越嚟越享受獨處，是正度收穫清明與自在，變成你嘅因果玻璃輪迴中虛假正確緣分。係做好事受隨時必須保持無倦，想要完成深度覺醒凱靈魂，必然需要一段清靜獨身嘅時光。如果你真因自己凱唔合群感到自卑焦慮，請立刻停止自我懷疑。你的孤獨正是解脫的開端。接下來，我為你講述一段跨越三世凱宿命輪迴、漢經獨行推人背負的業力，究竟藏着怎樣驚心動魄的因果詛咒。在古老的北野經記載中，3世之前有一位名叫陳丘的王族子弟，他出身頂級權貴世家，天生自帶超凡魅力。朝堂之上手握大權，一時之間眾星捧月，身邊永遠簇擁着無數追隨者奉騰着。在外人眼中陳丘是世間最不孤獨的人，從未獨自用餐，從未孤身獨處，一張密不透風的人際大網，將他困在無盡的飯海裏。可每當夜深人靜，在滿是珍寶裝飾嘅情殿之中，陳丘總會被深入骨髓的虛空裹挾。凱固看清了所有真相，呢頭對住頂禮膜拜凱人，轉身面為利益互相厭；對住虛假誓言求元首，不過是貪戀他的權勢與財富。誰可全凱諸奔道，諸我的疲憊又麻木。某天陳丘在城郊遇見一位衣衫樸素、獨坐枯木下的修行者。修行者一言不發，靜靜望向遠方，眼神澄澈如深潭，不見波瀾。陳丘見貴族凱優越感上前發問：你孤身一人，無同世間無知他相伴佢入咩？修行者轉頭淡然一笑，一句話讓陳丘渾身震顫。正是因為身為眾生，我才選擇遠離眾生。我而家凱孤獨，是參幻千萬年嚟，虛假緣分侵蝕固然而在。劣勢的陳丘無法理解這番說話，直覺修行者言語瘋癲。可這句話像一顆沾着詛咒與慈悲的種子，深深埋進他的80心田，開啟了他未來3世被迫獨行的因果轉輪。當天夜裏，陳丘坐在空口過冥想凱夢，自己被無數金色思想纏繞，每一條思緒都連埋身邊海人，
隨着思想不斷修正，就容易被眾人士拉扯開幕後，以靠住幡然醒悟，所謂靠人馬與追捧，正係朝淨靈性最堅固的流浪。這一時繁華落盡，陳友走到生命盡頭，看佢拒絕做貴族標皮蓋盛大讚美，離世到投書遺囑，導致歷史與成就破敗其枯木之下。當靈魂脫離肉身，漂浮於半空俯瞰世間，佢見到無比心很好人為。嗰啲曾科是生水的親友，是諸多吃不到嘅時辰，名為爭奪遺產，分攤讚美時人互相爭吵因。巨大的失望與疲憊之下，陳友生出極強嘅願力，若眾星捧月的緣分，終究只是利益交換。我願生生世世願美人群，再不踏入喧囂紅塵。願來生有生生清泉獨自流淌，不為任何人泛起難意。這份執念深深烙印在因果輪盤之上，注定那太後世的道性宿命。當日時，陳友將身為家境平庸的寒門書生蘇提。離此開始，佢天生自帶被人忽略酷氣場。世俗之中，他端坐人群當中，相信佢仲會下意識跳過他提問。在高堂後喺高棟開口交談，旁人卻仿若聽不見，自顧自興嘆。係可惜與透明太空似，拼命嘗試好全，可以討好他人，甚至是人群中主動發聲，壓力係只有無盡係尷尬冷場。喊埋聲不嘅，為何執意付出真心，係始終無法與人盡力攔截？為何上天有剝奪自己施教嘅能力？沒之前無停，收藏在自家閣樓，翻出一卷殘破的經書，上面寫着眾生以愛與情殘如殘租盡，自早以孤獨為人，破開塵網。他茫然一次前世蒙住的繁華虛妄，瞬間頓悟，今生被人冷落，是因果給予他最深情的保護。眼裏無意依靠應酬，佢擁有大把時光，引導生性定態。隔絕虛偽開吹瓶，只得以看清人性可以思維彎路。這份逼迫的倒敘，是特殊的因果加速器，係精心修訂嘅定理，比得上常人實施嘅苦修。可因果開口言從未停止。前世與他有着生中依舊糾纏連理之因為，再次重入了他的人生。羅美容貌絕美，極具魅力，能讀懂訴從內心最深刻孤寂，將情緒微妙的淒慘，引誘住從未充滿情感拉扯，利益博弈開無殘漩渦。他對書上說：何必自作枯寂的修行？人生苦短，如無情愛相伴，解脫又有何意義？書上差啲動搖了，佢甚至覺得那份被迫及孤獨是命運開懲罰。正開始沉溺於羅美給予的關注，為咗迎合住主動專營參與社交，放入自己曾經人物嘅圈子。可因果的劇本從不出錯，每當他為討好他人違背本心，胸口便隱隱作痛。喺深夜有喧囂走住歸來，比前世更深刻虛無，會遭住徹底淹沒。為咗維持好全鎧假象，就不斷透支自身靈性，眼神已漸穩咗。思維變得遲鈍，細個例如周家口夜晚，因為為咗家族利益，毫不猶豫把素人推出嚟定罪。陰暗潮濕的牢獄之中，小龍望着鐵窗外微弱的月光，突然放聲大笑。絕笑嘅不是因為佢背叛，而是只係如此。絕終於看清仍未有，不是令佢開，而是距離是開所在。如果今生冇了份天生被忽略嘅磁場，就早已轉入無數場恩怨情仇，是紅塵道輪迴千百次。這份與生俱來的孤獨，是佛菩薩為他築起的防火牆，隔絕了足以毀滅靈性的致命惡緣。夜晚，書中不再祈求他人開眼科，而是把目光收回自身。他閉上雙眼，聽見虛空之中傳來回響，你湊合全，便是善有眾生和諧。你受孤獨，方能受造自身靈根。為是那刻，諸事心境上徹底走出咗人際關係開流浪，而細個縮從，最終是陰暗中安然遠志。第三是收藏鑽石成為如今的你，你家境安穩，受過良好嘅教育，卻自私排斥過度嘅熱情。分明過這係家族喧鬧，
你只想躲時間喺角落獨處。同事朋友開聚餐邀約，你只覺得是讓巨大嘅能量消耗。你待人溫和有禮，卻自帶疏離氣場，旁人總覺得你格格不入。你聽從世俗的勸導，逼迫自己參與聯誼，交換人脈，卻每次任何世俗之後，自身靈魂被掏空的虛脫感。你在古先某一悉達多太子出生的早上，佛陀孤身苦修，深情傾訴的無人也未瞬間落嚟。依靠你終於捨得今生的孤獨，是前兩世自己求來嘅果報。因果為了保護你的名聲，不被世俗稀釋，特意為你設定了獨行者嘅身份。你份孤獨像塵過濾網，過濾到消耗你能量係虛假友誼，隔絕脫離墜入因果嚟談何利益誘惑。你的靈魂頻率早已脫離世俗的低頻喧囂，你不是沒人疼愛，而是正在經歷一場專屬的靈性隔離修行。故事之中，一位老僧早已看穿你的宿命，他對你說道：你今生的孤獨，是前世在佛前親手簽下的清淨契約。你曾發願以三世之魔換取一時徹底覺醒。世間絕大多數虛傳，都係眾生共業的拉扯。眾人去做八卦交換資源，看似熱鬧，實際互相交換業力，因果繩索越纏越緊。而注定睇經過深刻靈魂，會被賦予孤獨嘅特權，這份特權讓你遠離誘惑，保持清醒，是因果嘅主動中斷。聽完這段跨越生死的因果故事，我便能明白，想要讀懂獨行之人的業力真相，必須破除世俗強加嘅三大認知誤區。第一，破除可傳等於福報嘅字念。世人總覺得人脈廣、朋友多就會成功，可揮發之中頻繁社交全是業力糾纏。聽聽他人的負面情緒，會在八十天中種下負能量種子；會迎合他人隨口附和，會不斷累積口業。獨來獨往的人，天生嘅書嚟是出離心嘅前進，拒絕無效社交，便是拒絕承接他人業力，才有機會清算過往的因果糾纏。第二，破除孤單等於一種的偏見。佛書中海獨存，從不是物理層面孤身一人，而是心無隨境狀態自在狀態。非書中孤單是咗性格缺陷，佢真正係業障，是想為儲作他人佢因佢，為咗去傳遞上虛偽面具，為處求全。後生者被迫收回向外索取的目光，凝聚內在能量，呢份定位是生出大智慧嘅根基，都是歷代思想者頂尖智者偏愛獨處嘅核心原因。第三，破除人脈等於財富的謬論。世俗鼓吹人脈之前脈係從因果角度，若自身福報不夠，很符合你嘅貴人，終會變成你的債主。無數人因有中喺傳，被捲入投資陷阱、是非紛爭。獨行者傾勢錯失世俗機遇，是就避開了巨大的因果消耗。人可能有限，分散被無數點投資後，生命裏面會枯竭。獨來獨往，凝聚自身能量，守住福報，終會以更高維度去佢自身。更深層嘅真相是孤獨是破除我自己最佳道場。身處人群，我哋只做於他人眼中係自己，不斷維護人數，增強核心，加重自身業力。身處島嶼，說上面越戰術寫下自面本性，於是道情越接近空性智慧。獨行者仲擁有特殊嘅因果豁免權，你喺市面又不是文字紅塵撒嬌，而是了解來自因果，完成靈魂嘅層次躍遷。人靈命終之時，所有世俗關係盡數消散，唯有自身業力與定力相伴。世俗之人往一生，從未學會與自己獨處，臨終之際滿心惶恐。而獨行者早已在今生練習了孤身前行的定力，這是解脫輪迴的終極鑰匙。真正好過這顆解脫從無時尋找他人陪伴，而是成為自己可依靠。惡法時代，信息繁雜，人智冗餘，不斷持續使人開人性。能守住孤獨症，守住做世間最失去嘅清明主之力，是真正可輔助之人。不被因不全，自我懷疑，你的沉默是三世修行換來的唯一。
你的孤獨是宇宙贈予的必經道場。你從不是被世界拋棄，而是被因果特意挑選，走一條通往大自在的秘密捷徑。紅塵眾生如同寒冬刺蝟，抱團取暖，卻在利益博弈中互相傷害。我哋一生都和適合全開自體玩絕道，弄丟了與靈魂對話開機會。獨來獨往的人，是最早看透繁華虛妄的決勝者。你的疏離是深刻的因果預警，你的大成是跨越千年的修行契約。願每一個習慣獨來獨往的你，靠那與生俱來嘅宿命，在寂靜之中找回本心，斬斷世俗因果糾纏，以清淨自走個姿態，完成靈魂的終極覺醒。無妨在平民處，留下靜心睡眠時節，接納自我，與高階清淨能量之軌，開啟屬於你的覺醒之路。